Hello，小朋友，我係希婷姑娘，歡迎繼續收聽小不點大夢想系列。呢個系列會講好多傳奇人物細個嘅故事。今日我哋要講嘅係德蘭修女，佢係一位攞過諾貝爾和平獎嘅修女。從前有一個好鍾意幫其他人嘅小女孩，佢嘅名叫做雅莉。佢同爸爸媽媽、哥哥姐姐住喺馬其頓。雅莉從小就培養咗虔誠嘅信仰，佢愛上帝，愛所有人，勝過於愛佢自己。當時佢仲未知道自己將來會成為印度雅爾各答有名嘅聖人德蘭修女。有一日，城入邊嚟咗一位新嘅傳教士，佢曾經喺印度工作。嗰度離雅莉住嘅地方好遠，雅莉好鍾意聽佢講喺印度雅爾各答幫窮人嘅故事。所以當雅莉18歲嘅時候，佢同屋企人道別，邁向遙遠嘅旅途。佢決定成為修女，無論如何都要去幫助其他人。佢旅行到愛爾蘭，加入咗羅瑞托修女會。喺修道院入邊安頓好自己之後，雅莉希望從今以後大家都會叫佢做德蘭，意思係上帝嘅小花。幾個月之後，佢搭船到印度，嗰度嘅語言、色彩、食物、氣味，一切都令到德蘭覺得好新鮮，好唔一樣。德蘭喺學校教咗好幾年書，但係佢知道呢啲窮人中最貧苦嘅人比學生更加需要佢。德蘭走喺雅爾各答嘅街上，佢決定幫助第一個遇到有需要嘅人。結果幾乎走唔到3步，佢就見到一個女人瞓咗喺地下。無奈有12個學生自願跟隨德蘭，佢哋成立咗仁愛傳教修女會，着上樸素嘅印度傳統紗麗，幫助所有需要照顧嘅人。德蘭喺老舊嘅印度教廟宇設立醫院、垂死之家，為有需要嘅人多準備一張床、飯同埋毛氈。佢知道最微小嘅事都可以帶嚟巨大嘅改變。20年以嚟，德蘭喺印度嘅大街小巷救濟咗數以千計嘅人，亦都喺世界各地設立醫院、孤兒院同學校。德蘭獲得咗好多人頒俾佢個人嘅獎章，但係佢只係願意以窮人之名接受呢份榮譽。小不點德蘭為世界留低咗一個美麗嘅訊息：生命中嘅善事不分大小，只要你做嘅時候帶住深深嘅愛。好啦，係咪好感動呢？小朋友，今日嘅故事就嚟到呢度啦。你哋有欣賞德蘭修女佢乜嘢特質，或者佢乜嘢嘅地方令你好想學習嘅呢？又同你哋嘅爹哋媽咪去傾下啦。咁我哋下次又會講另一個小不點嘅故事。拜拜。